议员余主清以伫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统计资料显示，台南市图书馆的人员平均每位爱服务超过5万位的市民，比全国平均18000多人超出真多。台南市图书馆的人员会用讲是6都内面上界辛苦，因此要求市府要检讨图书馆人力的配置问题。议员，你刚刚提到看这个数字哈，我也觉得说我们会来检讨这个人力配置，然后看这个能够提供给市民最优质的服务。意思讲，这咱看起来一个管员所服务的这个市民是蛮多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制度我们怎么检讨。对，咱台南是文化之都嘛，所以你讲的制度度，我制度度，我嘛带一个讲，哇，咱台南一个图书馆的人员爱够到8万几人，相当的就是我们前提之下就是要全部都有去借书啦，所以借书率可能没有那么多啦。除了关心图书馆人力配置的问题，另外议员也关心亲子幼幼馆的设置办法。虽然目前全市现有的有12位，规划兴建中的有7位，其中新化旧的果菜市场公园2的兴建，因为周边还佫有新化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厅舍。议员建议，希望会用了解所有权的归属，如果会用利用，嘛希望纳入规划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